来看今年第6号的轻度风台微拍，伫透早2点形成咯。目前是为伫个暖皮，南东方的海面上往西北西方向，会对巴士海峡甲东沙岛的海面造成威胁。路线后淡薄仔往北修正，愈挖近台湾。中央气象署嘛伫早起11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咱来看气象署拄啊上新的说明。第6号台风微帕预计未来将从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通过。气象署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，预计今晚到明天是台风相对最接近我们的时候，并且会为东半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雨势。其实从中午前后左右，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，已经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出现。而在我们的东半部海面，也可以看到有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在发展。随着这些云系的接近，今天到下半天入夜之后，东半部降雨的情形频率会越来越密集，雨势也会越来越明显。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云系会越过山脉，在大台北地区也会逐渐有短暂的间歇性降雨出现。而另外在中午过后，南部地区也有午后热对流发展，因此目前南部地区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局部雨势。今天白天，也就是现在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前这段时间，整体的降雨大致上是以东半部为主，还有南部也有一些午后雷阵雨。而到了今天入夜之后，整个东半部的降雨会更为明显，甚至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。主要明显的雨势都会集中在东半部地区，尤其是花东的山区。我们要提醒，花东山区降雨的等级可能会来到豪雨以上，会带来相当显著的累积雨量。